啱啱喺緬甸買翻嚟嘅翡翠，我加工咗出嚟啦。呢4條都係有種有色嘅靚貨嚟噶。呢條係糯化種情底黃翡半山水手鐲，藍情搭配黃翡，就好似黃昏掛喺手鐲咁。焦米米又唔怕撞款，呢條係時尚百搭嘅白冰手鐲，種水同底子都非常好，自然光下就可以清晰咁睇到冰透乾淨，起冰起光。呢條就係白底青嘅升級版冰種洋綠飄花鐲啦，足夠冰透水潤，內部嘅綠飄花都可以睇到一清二楚，顏色均勻，底子乾淨，同時係帶少少藍調嘅藍情圓條，有冇姊妹中意啊？種水已經到咗冰種啦，咁樣嘅手鐲就叫種老玉細啦。連依呢度嘅圓頭批發手鐲，肯定係滿足實惠、親民、高性價比嘅。想要驚喜嘅，睇啱邊條，記得留個圈後，話俾我知啦。